我今日嘅發言係關注油價上漲對社會嘅影響。近月以嚟啦，國際原油價格係受到中東地區局勢等因素嘅影響而大幅波動。本澳嘅油價都顯著上升咗唔少，對於經濟同民生都有一定嘅影響。亦都期望當局加強監察油品供應嘅穩定性同埋價格狀況，並且研究一啲支援嘅措施，減輕油價波動對經濟同民生嘅影響。長遠而言，亦都希望可以加強有關嘅配套，進一步推動我哋新能源嘅應用同埋選擇。本人近日係接獲到唔同嘅業界反映，油價嘅飆升令到佢哋嘅經營成本係百上加斤，無論係重型嘅貨運車、旅遊車、的士、船運，均構成咗直接而且廣泛嘅影響。業界所反映譬如舉例啦，目前我哋本澳嘅油品嘅零售價比起2022年布蘭特原油價格高企嘅時候我哋而家嘅零售價係更高嘅。漁船用嘅燃料價格較春節前升咗近1倍，車用柴油嘅零售價升咗至到而家最高係22個幾啦，升幅係3成幾嘅。而無鉛嘅汽油價格亦都有一定嘅升幅。此外油價嘅上升亦都引發一啲連鎖嘅反應，都係不容忽視嘅。例如航空公司喺成本壓力之下啦，譬如機票會加價啦，而且亦都會出現咗唔少係調整甚至會取消航班嘅情況。居民反映因而係打亂咗一啲出行同埋工作嘅計劃嘅。其次就係各類跨境嘅交通，好似近期往返港澳嘅一啲船票亦都會加價啦。呢啲等等都會影響到旅客來澳嘅意欲或者我哋旅遊業嘅發展。而儘管政府嘅跨部門燃料監察小組其實喺月前已經係即時同石油業界係會面，了解到行業嘅供應情況，亦都提出咗一啲建議。咁但係基於中東局勢仍然未明朗啦，油價呢種持續嘅高企或者係波幅升幅亦都唔確定性啦。咁不僅係令到我哋企業嘅營運成本大增，亦都好容易會導致到民生必需品同埋各類嘅服務價格上升，整體可能會推高我哋嘅物價，同埋進一步影響我哋嘅經濟。為此本人建議幾個方面啦。第一就係研究支援方案，助力係緩減我哋民生嘅壓力嘅。近期鄰近嘅地區已經因應呢個油價嘅大幅上漲，推出咗多項嘅短期紓困措施，包括燃油補貼啦、稅費減免等等，減輕當地嘅業界壓力。而內地嘅汽柴油零售價日前都下調嘅。本澳當然未必可以照抄啦，但亦都應該要借鑑鄰近地區嘅呢啲經驗，加強同業界嘅溝通，盡快去評估油價上升對目前各行各業嘅實際影響，亦都要研究推出具針對性嘅支援方案，例如一啲臨時嘅補貼啊，或者減低營運嘅成本啦等等嘅措施，去協助業界渡過難關，亦都最大程度去穩定物價同埋舒緩民生嘅壓力。第二，加強監察油品定價同埋供應情況。對於本澳燃油定價機制建議當局加大透明度，持續每日去更新各類油品價格，同埋過去一段時間本澳同鄰近地區各類油品嘅價格趨勢圖等等，助公眾更好咁掌握呢啲嘅資訊。而對於坊間長期都好關注我哋油價會唔會存在住加快減慢嘅問題，本人再次促請當局係加強監察油品價格嘅形成啦同埋供應，亦都要確保價格調整機制合理同埋有一定嘅透明度，減輕居民同埋業界嘅生活壓力。第三，加強配套同埋鼓勵，持續推動我哋澳門嘅能源轉型。當局除咗繼續研究提出多時嘅可能係一啲新嘅油站用地引入95無鉛汽油嘅方案之外，為居民去提供更多嘅油品選擇。而長遠而言當局亦都應該要推動我哋有一啲中長期嘅能源結構嘅轉型。例如目前我哋喺電動車本澳嘅普及率仍然偏低，充電換電設施都有待完善嘅。無論居民以至營業車輛喺應用新能源車嘅比率都有待提升。當局係應該積極去研究引入更多元嘅能源供應方案，例如加大力度推進新能源交通工具嘅發展，包括優化有關充電換電設施嘅規劃同建設，鼓勵企業同居民轉用，同時亦都可以實現我哋嘅環保節能目標。本人係期望政府能夠採取更多積極有效嘅措施，同社會各界共同去應對目前燃油價格上升帶嚟嘅挑戰，亦都要確保本澳經濟穩定發展，保障居民嘅生活質素。多謝。